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伫咧台中苗栗北彰化宣布用水要用5天停2天的措施了后，民众赶紧去买桶仔要来欠水，甚至有民众去破坏的横道水表违法用水。运动会公布苏花公路游览车弄山边的交通通告，发现讲瓦桶仔门以下比中的螺丝是减2粒，就要全面检测。伫屏东布袋乡的下游溪有真侪人去行踏，说因为总量管制有增加，真侪游客是卖反讲贵个歹势。伫咧台中苗栗甲彰化北边部分地区，对4月7日开始会实行用水用5天停2天的措施。这个消息一公布，真侪民众就赶紧去买桶仔要来欠水咯。上界烦恼的就是卖食的这店家，烦恼讲生理会受到影响。另外，也有民众为着要用水，却去破坏的横道已经封起来水表。台中市政府也表示讲，民众的行为也已经违法啦。卖场内底假的货，侪拢红搬了，不过也是有袂少民众，因想要找的拢是遮的水桶。你找几间啊？找2间啊。嘿，拢甲伊讲大开拢无啊？小开拢无啊。如果连2天的话，那我要怎么洗澡？对啊，生活用水总是要有啊。无论大桶是大卡细卡，只要会当用内底水的，就先买起来放。有人是走几啊间，一摆买几啊卡。业者讲用过遮的桶啊，结果一工是卖几个啊尔。伫分区供水的消息确定了后，销量是向成长6倍至7倍，就连底物件的箱啊，即嘛真抢市。也有盖子可以盖起来，比较不会有一些脏东西掉进去，所以蛮方便的。装完之后，以后没有限水就可以拿来装其他商品之类的。二是经济部抗旱会议宣布，台中苗栗甲彰化北部地区水情进入上严重的红灯。4月7日开始，会启动供水5天停2天分区供水的机制。毋但民众紧张，逐工做生意都要用水的点心店嘛头壳摸咧烧，干来当调整用水的方式。如果真的都没有水可以用的话，也没办法。对啊，因为毕竟我们做吃的，每天都需要用到水啦。水情持续真严重，台中市区的立方道所传出自来水的水表，顶管本来有封起来，却去互破坏，甚至技术有人偷窃去用。台中市建设局表示，为去年12月份开始，就已经有甲自来水表封起来，即马却去互破坏，受落来追究相关的责任。窃取自来水这个是属于那个刑法的窃盗罪，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现在也行文给那个警察局来协助调阅监视影像来去查这个行为人。市府表示，除了以自治条例来裁罚，因为涉及窃盗罪，嘛移送警方主动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即嘛水情正力，一点一滴的水拢袂当拍算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苗栗4月7日会甲水情灯号转做是红灯，实行用水用5天停2天的措施。不过苗栗县长徐耀昌却表示讲，苗栗有3座水库提供予台中甲新竹的民众用水，想袂到因苗栗地区却变做是爱大兴限水地区，认为安尼做是无够公平。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讲，这款欠水情形是真罕见的，也希望讲大家来互相做伙渡过难关。虽然前2天全台湾拢有落雨，不过即个雨对国内水库帮助是无大，无法度解决即马可患的现象。经济部宣布，苗栗、台中、甲彰化北部等等的地区，为4月7日开始分区供水5天，停水2天。经济部长王美花早起表示，会实施分区供水，主要是看各地供水甲需求的情形来判定。你如果不轮流，那单纯用减工的话，那可能到管末端那个减15%会出不来。是因为用这样的技术性来做安排。即届洪列做头一波要实施分区供水的其中一个所在苗栗有3个水库，平常时拢支援新竹甲台中的用水。不过为水利署上新的监测会当发现讲，苗栗永和山水库的脱水率是9.32%，明德水库是10.4%，李溪潭水库11.91%，3个水库的脱水率拢无甲2成。王美花强调讲，即届可旱是56年来真特殊的情形，希望大家会当做伙省水来克服这个难关。3个水库加起来，大概1天有70万吨供给外县市。苗栗县第一啊，县市为用水地区啊，这对苗栗县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好事。当这些企业有很好的盈余的时候，是不是麻烦水利署可以适度调整工业用水回馈一部分给我们苗栗县的乡亲？让苗栗县感觉，水库虽然都在苗栗，那我们有获得尊重。即马水情真正力，苗栗县长徐耀昌认为讲，全台湾第一个限水的是上北集的德南镇，甲头份市有淡薄仔无公平，所落来伊会积极找水源。
目前通宵地下水的工程进度已经做到一半，可能4月底会当营运，到时一天会当供应1万吨的水。另外有36个对抗坑洼的水井，一天会当提供1800吨的水。其他还佫有水资源中心、后人的地下水等等，嘛会拍拼开发58个乡镇来使用。不过，也是提醒民众要准则用水、有省水的习惯。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到高雄去，讲到高雄的丁青湖，也就是在地人所讲的大碧湖，也因为讲咱遐伫咧欠水，这个水也有继续抽出去用。目前这个丁青湖的欠水率已经无到5成咯，真侪学校、公家机关也拢开始省水，甲废水搁再利用。不过今仔日伫屏东所发生一站货车弄破自来水管，水是流甲满车路。虽然有赶紧来修理，不过也是有3万多户客家受到影响。真强的水枪一直向顶悬转，远远看敢若小型瀑布，原来是水管破一空。弄破水管的，就是卡地边啊这台大货车。连结车和知道后发生交通事故，那个撞断自来水管，目前脱掉已经完成。25早起10点外，这台车伫屏东台17线永祥路口小 A 边落水沟啊。虽然讲完成拖掉，不过做了水管也是一直漏水。做了水公司表示，邦寮、嘉东这5个乡镇实施停水，邦山甲西亚乡减压供水，估计影响3万户。水伫无够的时阵，水管搁破，真正是无米兼轮月。湖底大甲闭气，四界拢看到沙坡。伫高雄的丁青湖，因为口花无解除，搁持续支援民生用水，脱水率干那剩4成8。面对口花的危机，各地开始节约用水。我会先去把那个水关掉，然后再跟他讲，因为这样就不会浪费水。水桶这刷水，唔但爱七头门揉涂骹，啊，搁爱用这水压花。高雄中校国小的学生囡仔一水多用，搁加上校园内底省水马桶的设备，比同期减少25%的用水。台南政府部门也启动省水政策。收水这样子收集进来以后，再经过排出管到我们设定的排出口去做浇灌的工作。收集冷气饮水机排放的水回收再利用，撤扫部分的洗手台也暂时无用，一个月落来已经省167度的水。也毋过伫水情也未得到疏解进程，用水的限制恐惊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运南会伫今仔公布苏花公路游览车6人死亡意外的机中安全通告，讲到这个游览车内面的椅仔位甲车身的固定方式无明确的规范，而且这回游览车弄山壁，煞有这个椅仔位飞出去车外面。运南会主委杨宏志表示讲，挖窗仔门的椅仔位伫咧锁岸的螺丝比挖中央卡路的是减少2粒，敢是系统性的问题呢？建议交通部就要全面检视。两停游览车弄到山壁，车身破一大坑，有乘客下安全带随着座椅飞出去，不幸死亡。运安会最新的调查发现，这台车的走道座椅甲瓦窗的座椅固定方式无同，走道座椅是4粒螺丝顶伫涂骹。瓦窗的座椅一边有2粒螺丝顶伫涂骹，另外一边原来有2粒螺丝，按过用有形叶收敛伫车壁。运安会主委杨宏志讲，这就好亲像减2粒螺丝共款，专业来看感觉真无适当。从专业上来讲的话，螺丝呢最好的方式，它会穿到我们的那个钢板上面，会穿过去。它只是用 U 型夹夹住，U 型夹的那2颗呢，都是在游览车车窗下面的部分。运安会发出的事故机中安全报告，认为即马车辆安全检测基准，敢若测试座椅结构强度，也甲椅片弄到的力度，却是无明定车椅甲车身固定的方式。大客车乘客座椅若做经过改装，也无标准的检查停数。虽然目前也无法度确定固定方式甲事故是毋是发生相关联，不过建议交通部优先检查捌发生事故的共型车辆，包含107年9月份伫大埔交流道，也甲109年伫阳明山乌山路堆弄的事故，也甲即个苏花公路弄山这3款事故车的共型车辆。如果有涉及到游览车的权益，我们一定会捍卫他们的权利，也会保障。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必须要做出很断然的一个处置。
交通部公路总局已经通知要调回718台游览车，拢是甲苏花公路事故车共公司打造游览车。不过经营游览车30年的业者是讲，台湾游览车规定讲要打造楼梯多层安全门，安全门的部分都是结构上脆弱的所在。这个事故是因为游览车上脆弱的安全门部分弄到山壁，车体才规个掀开。后轨游览车敢若多成汤，整体都较杂白。正常车子结构会有这样的结构加强，这个地方整个都是一个破口。再强的是国外的车子也是锁在车身上，整个车身被扯开以后，椅子当然是连车身一起被抛出车外。业者讲，交通部还未查清楚事故的原因，就调回特定厂商所打造游览车，引起民众的紧张。因为拄拄到校外教学全里面的国民旅游旺季，已经爆发大家退单，业者调度大乱。所属的真济间打造大车的车体工业同业工会，下晡原来召开内部会议，对于依法打造车辆，确实可能面临全部调回，和业者真歹做。即马伫研究对策。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在今仔日又搁增加3个对菲律宾加美国入境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24早起伫邦桥的阿东病院发生有一位护理师自 AZ 疫苗了后，就开始过敏、起赤膜、心肝头、皮肤差的情形。后来经过治疗加护病房的观察，今仔早起也已经出院啊。指挥中心表示讲，目前已经有5100多位医护人员自 AZ 疫苗，其中有9件不良反应的通报。国内 AZ 新冠疫苗开始自高达进入第4天，即马传出有医护治疗后出现急性过敏反应。是40多岁阿东病院护理师24早起自 AZ 疫苗5分钟了后，发生心脏皮肤菜起症加急性过敏反应，也毋过血压一直维持伫107，无休克。当时伫30分钟的观察期间，现场当人予以类固醇加抗组织胺处理，搁以院内当人自疫苗紧急事件处理流程，搁规格收治到加护病房观察1天了后，已经伫早起出院。这个案其实它是因为有这个过去有食物跟药物的过敏史哦，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打了疫苗之后，也立刻在观察30分钟有做立刻的一个给药的措施。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大约自5000起出现一个其他严重不良事件，也毋过共配合疫苗，无其他人出现各样。这一摆是真少突然发生的事件。目前全内已经有5169位医师人员自 AZ 疫苗，有8人通报非严重不良事件，1人是其他严重不良事件。自疫苗通报身体状况的人29.4%有发烧情形。体内可能已经有一些现存的抗体会认识这个抗原。然后很快就驱动一个免疫反应啊，因为免疫反应如果急性的免疫反应是可以很快驱动的。从国外的个案分析知道说，如果以前打过疫苗，有比较严重过敏的，哦，别的或是有别的严重过敏史的，就比较容易。可是这是唯一目前找得到的。医师表示，疫苗治疗后产生的反应是甲体质有关系，一寡民众的体质确实伫自然疫苗会有较强的反应。根据国外观察数据发现，自牛津疫苗引起过敏性休克的几率大约是10万分之1。亚洲国家最近才开始做，敢是亚洲人较会发生过敏情形，有关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台湾甲帛琉的旅游气泡，头一团伫4月初1就要出发咯。若总有参加旅游气泡的旅客，爱伫无人机起飞进前5点半钟到机场做采检。另外，外交部也宣布讲，帛琉的总统惠淑仁会伫3月28带团访问台湾。除了会举行国际记者会以外，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着外交部长吴钊燮，拢会摆开酒宴来解款待。桃园机场第2航空大楼工程正在进行，未来要做参加旅游专案的旅客检疫站。进行团体的集结之后，会到这个部分进行采检作业。采检完毕之后呢，旅客必须要大概等3.5个小时，取得的 PCR 的阴性报告证明之后，办理报到作业。旅游泡泡在有航班的那一天，大概出境会有220个人，入境大概也是220个人，所以在整体的比重来讲，渴望可以增加大约8%到10%。旅游专案的旅客一定是团体集合采检，在得到核酸检测阴性报告了后，就会当办理登机。以一般的出境作业来看，预定在起飞进前5点钟就要到机场。台湾甲帛琉的旅游专案首发团伫4月初1出发，帛琉总统惠淑仁阿某也应邀伫3月底会带团来台湾访问。在访团抵达以及离开我国的时候，外交部长吴钊燮会代表我国政府前往接机跟送机，
惠苏仁总统希望借这样子的一个访问行程来吸引的投资以及招商。帛琉政府也希望能够跟台湾，不论是在观光、医疗、航空业界等各界的友人，能够持续的深化互动。惠苏仁总统阿某访问团预定28会到台湾，29会参加健康检查，举办国际记者会。30会会晤咱总统蔡英文，会陆续前往北部甲南部的企业参访，并且伫4月7日甲台湾头一批前往帛琉的旅游专案旅客，当这一航班机登去帛琉。外交部转达，惠苏仁总统是希望借于这届访问台湾，招商引资，开创商业投资机会，也寻求医卫合作。台湾伫新冠肺炎发生以来，头一届启动海外旅游，成果安怎？各界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央海运这个超大型的货柜轮中4号，由原国卡伫个苏伊士运河遐，造成运河大塌船。外国媒体尤其计算讲，若准卡伫遐2天，1点钟的贸易损失就可能达到新台币114亿遐济。中央海运的董事长张延义用书面回应交通部，讲中4号是甲别人租来船，有任何问题拢是货轮的归属公司爱来承担的。船身400公尺长，排水量有22万4000吨。中央的大型货船中4号，疑似受到42级透风的影响，规只船偏离航道，转伫苏伊士运河靠达，严重冲击到全球货船的运能。目前至少有100多只船的航行受到影响，包括上北的42只船、罗南的64只船。这个受到影响的货船要持续增加当中。有外国媒体估算，若是靠达调船2天，平均1点钟贸易的损失是会甲4亿的美金，超过114亿的台票。Anytime you see these kind of crazy market disruptions, it's usually a benefit to the owners of the ships, right? Both for tankers, container ships, anything that's stuck, but also for the commodity that's being moved. 中4号原底航线是由中国深圳盐田港出发，有经过台北甲马来西亚，原本按算3月31日，伫荷兰鹿特丹港停歇，不过煞伫埃及时间3月23早起8点，为红海北向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时阵，伫河口南边6海里的所在靠达。不过中央海运董事长张延义已经有甲交通部讲，中4号是租的船，一切损失是由船公司来负责。根据了解，中4号是日本正营汽船公司的，因保险的业者恐惊会面临着苏伊士运河管理局爱因赔偿的代志，也有其他的船公司因为运河的交通塌掉咧，影响到因的营运甲收入，可能嘛要求赔偿。长荣租这条船论实，它就是你就是帮我送到，等于外包，那你就帮我把这个货运到哪里去？船员是你的，船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如果有问题，都是日本传统的问题，租的成本当然就比较高啊。目前中4号是由荷兰的专业输送公司抢救当中，这只船到要卡伫运河内底，目前的作业是持续进行。专家指出，协助脱困上好的时机，恐惊就要等到礼拜或者是后礼拜1、28或者是29天老的时阵，才有机会通好解决这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就算已经超过黄金72点钟啊，军方走侪飞行官潘英俊的大队人马依然是无休困。海军陆战队今下晡也闯入去海里，要找找飞行官潘英俊的行踪。不过今日海里、山里拢无消息，也若发生事故原因，军方也无排除会邀请运安会来到协助。海军陆战队2车外人，因为天气歹风影大，规早起拢无法度出动。25下晡总算会当出发，3只手灵艇载14个人，要去当地渔民建议的片头搭迄块泥的水底找人。水下很浑浊，因为这个底下的状况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他们已经先去侦测过了，然后潜水员也上来了。这边的渔夫渔民都认为啊，只要有海难或海事事件的时候，大家都会在这个区域啊是最容易发现啊。指挥官表示，片头搭因为地形的关系，无共方向的海流会伫遮相夹，因过若海顶发生事故，大部分会当伫遮找到物件，才会选伫这个所在。不过因为天气无好，头一个活人落水底，因为能见度伤歹，任务提早结束。不过搜救行动并无因为超过72点钟就冻点，目前持续有人用吊架伫监控。也若山区有海巡人员去到找人，另外无人机甲水底超找的工课，只要天气稳定，就会持续出动。这2只战机事故的原因，国防部长邱国正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讲这个事件100面前有可能是烧弄，不过佫需要其他较有力的证据来验证，嘛无排除会邀请运安会协助。
我们的检查小组都从各方包含外面，不管是飞安或从有专业人员看这个编组，也就知道我们不可能也不会军中自己把它给包在一个里面来讲我们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国防部强调讲，调查小组有包括外口专业的人员，大家共同来合作。也若搜救进入第4天，下晡有传出屏东哪像找到飞官，还佫有台东南电发现机片，不过军方是拢否认。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即马水资源用的是真珍贵，全台湾拢伫咧欠水，为着要互新竹科学园区袂欠水，滨定的净水厂开放互厂商来申请，会当来遮载水。另外，中部要建商讲，甲工地挖开地下室的回收水，免费要互科技大厂来使用，台积电早起就随派人去载水啊。水车一透早就开往台湾自来水公司滨定净水厂，将水车补满水，sau来就要直送新竹科学园区全台水情食力，避免新竹科学园区供水道红灯来水开放厂商申请支援把水南送。工作人员表示，即马逐工走4抓是常态。有诶讲要一天走4抓啦，也有走2抓的啦，因为伊这即马还未正式24小时互你来，伊即马是互你。8点到5点。针对台中水情站红灯，中部建商释出善意，目前有6间建商将工地开挖地下室回收水，免费予科技大厂使用。其中台积电动作上紧，最近已经到各工地评估水质敢会当作为控可化使用，25先派水车到其中一处工地提水。希望可以在符合标准的最大限度内，透过有效利用水资源，减少水库用水，以舒缓部分水情吃紧的现象。中央电信展开控可化大作战，有立委指出，台北所地较悬，也毋过水价比其他悬持续，要求经济部检讨，提出北水淡水的价格评估，建议合理汇率。引起台北市长郭文泰不满，提诉期反驳。郭文泰强调，民生用水是民生必需品，无企业用上低计算一般家庭，每个月用水伫20度以下维持1度5块，无调整大约占6成。相对每个月超过1000度的大用水户，为1度7块6起到20块起挖3倍。那个用水大户，你就要发展那个节水的措施嘛，要给他一点压力，所以我们用差别汇率。所以事实上，事实的真相是台北市的水费没有比那个台水的便宜。建议台水也可以比照台北市用一样的制度啊。立委提议，应该将台水北水的水价调整为全国单一水价，同款5种级距，予多数人合理减少民怨。郭文泰反击，建议台水比照北市用同款的制度，唔通去讲来讲去。记者综合报道。经过4个月改善，台中捷运今早起重新恢复1个月的免费试营运啊！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6点就和市民做伙坐头一班车。市政府表示讲，会搁再利用试营运期间继续来检讨甲改进。伫来到捷运站，一群特殊教育班的学生是真欢喜，因为这天是因第一届坐捷运。虽然路卡的老师斗3天，不过规世界对因来讲，拢是真深刻的体验。因是台中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伫台中捷运搁在试营运的头一天来体验。老师讲，为着互因接触中部第一条捷运，过程是袂当凊彩。请他们说，如果我们没有位置坐的时候，必须要紧握扶手，或者是紧握这个拉环。那如果说上来有位置坐的时候，我们会优先让一些行动不便的同学先坐在椅子上。一位妈妈也带囡仔坐电母车来坐捷运，恢复试营运的头一日，实际来车厢和车站行搭，感觉是拢有改善。像他这种不爱坐的话，都是做粉红色的，那它的规划动线也都算蛮好的。台中捷运去年11月因为连接器的新断过，经过4个外月的改善，3月25搁再全时段试营运，民众摕电子票证就通免钱坐车。透早6点外，市长罗秀燕也对北屯总站坐头班车，和市民体验台中捷运重心试行。我们最大的任务之一，就是一定要让它完工通车。又高兴又百感交集，然后又觉得责任重大。罗秀燕表示，除了强调安全，也希望台中捷运紧对着其他捷运系统的水准。中捷表示，虽然列车唔免派人驶，但是要是有人伫车顶监控状况，随时修正，为后个月4月25日通车做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屏东雾台乡的海游溪，因为有温泉加七彩石壁等等，最近是一个正热扑扑的景点。本地有人数总量管制诊所发现讲有超收游客，致使有真侪游客照时间到位等车的时阵，却是无车来坐，而且佫起价，真侪游客也拢骂讲贵佫歹算。真悬的彩色山壁，千甲看到底的溪仔水。屏东雾台乡大武部落的海游溪，因为有薰拔鸡汤，也甲七彩石壁这温泉美景，真受游客喜意。即马就是传出当地好亲像超收游客，车辆无够，致使到接驳大延误。连便当都没有发给你们，还车子又延误了4个小时，也没有工作人员来这边安抚你们。啊，这么过分！带团的业者真生气，将23游客等接驳车的影片放去咧面册顶悬，因为公所今年将游艇收费提高到1900块，不过观光品质无较好，电都较歹，安尼会拍歹原住民的名声。乡公所那边呢，开放400个，结合200个就600个，一天能用的就是40台到50台嘛，每一台只能载7个嘛，算来算去一天最多也是300个，进去出来一定都要2个小时以上啊，所以就会delay了第2批甚至第3批嘛。雾台乡长会实咧讲，这2天落雨山区溪水涨悬，致使到接驳出状况，已经公告渐慢入山，也解说收费调悬，是因为保育解说也甲部落回馈费用，是毋是有超收游客？乡长回应是公所甲部落报名系统无共，再去已经甲部落沟通。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7天以前，你一定要是所有的报名一定是7天以前来报名完毕。那会出现一个状况，什么状况？结果你不是在这个可能是要出发前2天、3天，突然进来了。屏东教育处表示，会协助公所提升下游客旅游的品质。公所甲部落原来预定伫28进前，针对人数管控、车辆接驳，才会讨论解决方案，希望提供游客会当有更较好的旅游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北韩今仔早起伫台湾时间6点外的时阵，搁再向东方发射2粒飞弹。这飞弹落尾落伫咧日本经济海峡外的日本海范围内，引起日本首相菅义伟的抗议，批评北韩是搁再违反安理会决议录。继续去年3月29以来，过我1年的时间，北韩2再次伫台湾时间6点4分到23分，分别试射低度、弹道飞弹。因为飞弹最后伫日本经济海峡外的日本海范围内坠落，引起日本首相菅义伟严正抗議。我が国と地域の平和、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であります。また国連決議違反でもあります。厳重に抗議をし。強く非難をいたします。外国媒体报道，这摆的飞弹的发射地点是伫咸镜南道，central地区使用发射车向东部海峡发射，飞弹射程450公里，高度达到6公里。韩联社报道，南韩军方根据资料研判使用的飞弹是 KN-23飞弹，也是第对地战术飞弹，这也是北韩5天内第2摆试射飞弹。另外，伫飞弹试射之天，罗西亚外交部长拉夫洛夫也伫南韩进行外交访问，除了庆祝2国建交30周年仪式，签署加强双方关系仪式，也个考劝南韩唔通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计划。Подчеркнули важность усилий по поддержанию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включая, конечно же, Корей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мир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что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 отказ сторон от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гонки вооружений и наращивания военной активности в любых формах. 对北韩发射飞弹，南韩外交部长郑义溶是敦促北韩爱遵守和平承诺。拉夫洛夫强调，罗西亚会拍拼维持朝鲜半岛稳定局势，甲解决北韩无核化问题，佮要求各国尽速恢复对话，解决甲北韩之间的关系。公司新闻单是同编译。讲到缅甸的军事政变引起真济民众伤亡，反对派民众也开始改变因的做法，因伫当地时间24时，伫咧各大都市进行串联的罢市抗议。为第一大城强攻到南部的土瓦被少商店铁门扭起来，也毋过因为军政府封锁消息，所以罢市的范围甲效果安怎真歹评估。
到伫同时间，土瓦街路拢是野青的士兵，军方故意放送头要求民众交出家己的武器，照办的下当无追究。军方也阁呛声，若讲有情的民众无配合，互军警查获枪械，就等咧互判重刑。另外，军政府临时释放600多名伫过去一段时间参与抗议防疫的民众。包括6月底也互拘留的美联社驻缅甸特派员谭少。咱们负责阿龙外面就在比来做嘞，接触电台的旅游嗰度，接触咩地方就比较点嘛。这么讲啦，就就如果改变就就冇喏，那就新年的嘢，那个咧，苗族咧苗白就是讲咩。自从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扣押民选领袖翁山书记等人以来，连日的活动往往演变暴力冲突，连同这600多人，前后方释放的民众达到大约1000人，也毋过游玩，封关的也阁有活2000人，到了2900多人伫抗议中被掠，伫冲突中，互军警拍死的人数也活300人。有的民众本来无意参加抗争，结果互军方乱枪扫射死亡。厝住伫外层的这名7岁查某囡仔，都是其中之一。嘛，都我老有大家干都有朋友，11年大家我背下来，我关表在，家也在送上来了。根据路透社上新消息，伫离世的罢市抗议了后，中共当地佫开始准备更加侪的车路示威。接落来敢会有更加侪的流血事件？国际社会佫会采取什么款的行动？有待观察。公视新闻，戚家仁编译。前国防部长蔡明宪接受到印度媒体邀请，出席线顶论坛讨论到防疫议题。蔡明宪一开始讲到台湾正做一个国家，就随即互香港代表，也就是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改阻解。伊虽讲台湾毋是国家，是中国的一个省，然后伊就气噗噗离开，表示抗议。但是陆委会表示讲，这款粗鲁无礼貌行为是无法度改变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事实。Fortunately, Taiwan as a nation, it is the most lucky. I am sorry, I have to leave this forum. Taiwan is not a nation; it is a renegade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听到台湾是国家的关键字，香港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随离席抗议。印度环顾一间电视台举办全球高峰会，就要将相关问题实行进行讨论。咱个由前国防部长、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营务理事长蔡明宪代表，只是一发现就互香港代表拍断。In this COVID-19, or you may call the Wuhan virus. I beg your pardon.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stigmatize this virus by calling it Wuhan. Right. I will depart. I will leave this platform if you use this term again. 叶刘淑仪强势插话，唔但袂当讲武汉，也袂当用国家称呼台湾。了后，离席一直到会议结束，拢无登到座位。蔡明宪会后表示，了解叶刘淑仪是亲中的机关，即摆相信国际社会拢看到中国战狼外交的坏霸行为。他粗暴的这个抗议啊，或退席啊，我是感到没有一点意外了。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粗暴打断他人的发言，这种不礼貌的行为无法掩盖事实。陆委会批评叶刘淑仪袂晓听别人讲无民主素养。另外，根据陆委会公布的上新民调，77%下民众支持伫对天尊严关照，甲北京当局促成有意义的对话，伫疫情有效控制，渐渐恢复两岸人民正常交流往来。另外，外交上台湾民众反对中国一国两制，7%认为中国对咱国政府甲民众态度无友善。记者综合报道。国军发布4年1期的国防总检讨报告，甲远程打击放入去重点建军项目。国防部长邱国正今表示，不论是甲人买，也是家己做的军事武器，拢会拍拼做。另外，中科院也表示讲，目前正在制造长大的飞弹。有学者表示讲，这款飞弹应该是会当打攻击600公里外的目标。为了反制强军威胁，国军4年期国防总检讨报告将远程打击纳入重点建军项目。国防部长邱国正强调，武器要有远距精准动机，无论是买的还是家己制造，拢会向这个方向拍拼。刘伟问中科院国产远程飞弹目前进度到多位？现在远程打击的战力目前有弹种有一种，那另外呢，在科研案在持续在推动先进的远程打击的案子有3个案子在推动
报完毕。是，那已经等于算是可以量产的，已经有一种了。对。那它那种目前是属于从陆地发射还是从飞机上发射的？陆基发射。阮听大家属于海警战略第2局，部队是台湾敌军炮乱作战计划是国军发展部队팀作战重要的环节。学者分析，中共因现讲的一种会当量产的陆基大整，可能是相机以巡翼飞弹，3项可验案是香山强力型飞弹、台版陆种飞弹加天宫陆型飞弹，加上川普政府对台军售的能力及空武器，拢会当对共军进行源头打击。可以说它是台版的战斧巡弋飞弹，那依照它尺寸跟可能的燃料箱的配置，射程应该就在600公里以上。国造的或是外购的这些反制武器，其他目标都是打击共军的一些军事目标，让它变成一个瘫痪山的效果。国军发展会当大精挺的空射飞弹，外界关注远距遥攻武器系统 IDF 经过核战机挂载的慢子弹，有远距遥攻会当伫敌军防空飞弹射程以外发射，就 GPS 导引破坏敌军跑道。国防部强调，完成打击延伸战略防卫作战，防止共军进犯。记者综合报道。为了东京奥运3月中过后，会有一寡选手出国比赛来增加家己的积分。体育署就安排头一批选手甲教练，伫咧23到25这段期间去做 AZ 疫苗。这3天落来，目前已经有41位选手、教练甲防护员来自预防社。依照顺序报道，天声问卷为国训中心来的20多位选手、教练、防护员，经过高雄中间医师问诊，确认无问题了后，准备开始做预防社。我一开始打的时候都会特别紧张嘛，对，然后当然打完之后就觉得还好，只有在刚打完的时候，这个打针的地方有点酸痛这样，然后目前状况是都还不错，降低感染风险，然后让我们出国的时候可以比别人就是还要更有防护能力。郭幸顺甲空手道的文姿云拢讲，做疫苗加一个保护，出国更加放心。郭幸顺的教练林敬莲补充讲，评估做预防社另外一个原因是比赛国有这个要求。对方国家也要求我们身体是健康的，然后当然我觉得有注射疫苗还是有一个保障。郭幸顺4月13出发去乌兹别克参加亚洲锦标赛。文姿云4月底要出发去摩洛哥大奖赛，4月份还有柔道等等，还有帕奥的游泳，拢甲东奥资格积分有关的这个比赛，拢伫国外举办。因为安尼早安排来做预防社，统计23至25 3天，头一波7个运动种类有这个意愿做的45位教练、选手、防护员，有41位确定要做。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或许体温比较高，或是有一些生理的问题，所以医生会建议不施打。伊这原则是分配一个一个自主决定来做。体育署表示会确认其他的运动种类选手的意愿，预定4月初至4月底做完第1档，大部分的选手教练都会当伫6月底前做完第2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湾甲别地的旅游起跑计划，4月初伊就要开始实行咯。不过，针对着低风险的一寡国家甲地区，咱台湾依然是无要放零检疫标准。境外生权益小组第2个也召开记者会，希望台湾政府会当甲一寡境外生斗3天，互因方便入境。第一是冗长复杂的签证程序，这是入境难；第二是高额的防疫旅馆费，这是检疫难。然后第3是检疫后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间不得进入校园，这是求学难。境外生权益小组2号开记者会，点出3项境外生在疫情期间接拄到的问题。因希望台湾政府对风险较低的地区放零检疫的标准，亲像澳门就是一个例。解封指数越低越好。然后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这是3月19号的数据，澳门的解封指数比台湾还要低，澳门的解封指数为0，而台湾的解封指数为0.057。权益小组表示，自疫情爆发以来，入境的程序变真复杂，而且检疫隔离时间长，搁真开钱。有侪境外生已经1档无返去因的国家。希望台湾政府会当斗3天。我看看人数了哈，那我想这个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行。然后因为确实澳门是非常的相对低风险，它一直都在我们的低风险的里面。也许
没关系，我们再研究看看，我相信我们是可以给他一点正面的回应。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第2次的记者会表示，会先观察人数，搁再研究看卖。权益小组表示，到3月20为止，澳门已经小连续365天无本土病例。台湾愿意规划逼流，新加坡的旅游气泡计划，所以无放领对澳门的规范，因实在是无法度理解。记者郭碧君、张随台北报道。伫咧真理大学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1月逼出换色风波。创办台文馆的退休英语馆长张良德说是无法度入去。透过教育部的协调，目前已经由真理大学组成9人的专案小组，针对着台湾文学资料馆未来发展进行讨论。真理大学麻豆校区的台湾文学资料馆，今年1月爆出校方熊熊换色的风波，引起议论。落尾教育部请真理大学组成专案小组，内底包括张良德甲教育部文化界代表、真理大学代表进行讨论。目前分做2部分，第一是需要紧急处理的建筑物修缮，过来是资料馆未来的发展规划。修缮的处理这。大楼的清洁啦，啊，保存的功能，啊，我嘛有派2个老师，伫咧就我馆长，一个就是田老师，伊是这行秘书，嘛会去请人，进一步来好好来服务这大众。当初换色风波所指张良德教授私人物件拢锁伫馆内。张良德表示，目前伊的文件拢已经摕转来啊，其他的资料则来豆豆整理，也是留伫资料馆嘛无要紧。不过对学校向教育部提出的规划案，伊认为用兼职的方式做无工课，必须要有专人处理。这款兼任的工课做袂好势啦，台北跟麻豆安尼走，你这个馆。一定要有一个政府介入，现场有执行小组3个人负责，上面有一个督导小组、5人小组来监督、来策划，要安怎做。安尼你这个组织健全了后，再去甲教育部请钱，你就请有。教育部表示，台湾文学资料馆的未来规划，希望经过专案小组的讨论，有共识了后，教育部会针对经费提供协助。学校是直接报文到教育部来那报文到教育部来，那基本上我们会希望说，这个专案小组的成立，目的就是要去讨论台湾文学馆的发展的规划。那这个计划既然有涉及这个部分，那我们会建议学校说，就把这个计划提到这个专案小组去做讨论。好，那这样子，那委员也会比较清楚说，我在未来这个2年内，学校打算要做什么样的规划。自头就关心台湾文学资料馆发展的文化工作者郑恩伟讲，专案小组在讨论的时阵，嘛要注意避免校长兼弄精。推动馆方业务或决定经营方向的时候，极可能会动用到投票。那如果学校人数占多数，梁哲老师这边占少数，这就他们球员兼裁判，那势必以后都是由学校来掌握了。教育部回应，专案小组有真理大学的3位代表，加叶定铁前校长、张良德教授、作家向荣、教育部专员、台文馆苏锡彬馆长以及台南文化局长叶德三。伫讨论的过程，一定充分尊重各方意见，共同协助台湾文学资料的保存加推广。记者杨淑晴、谢桂林综合报道。讲到台东所生产的红乌龙茶，一年的产业价值要到2亿，不过这几年是欠工人，而且是欠到真严重。而且讲到这本地工人，因平均的岁数拢差不多65岁左右。路面也希望政府就要重视做地产业欠工的问题。西部欠水情形严重，也毋过东部欠水完好。春地发酵特别好，大出红乌龙的台东县鹿野乡高台地区，这个班10外个工人2只手真紧熟练的挽春地。班长讲，大家拢是20-30年以上的老手啊，对因来讲无困难。也毋过人力无够，而且工人平均年纪有65岁，地农即马搁找咧挽地会较辛苦。现在彩年纪越来越大了啦。年轻的又不过来。我们的茶青采不起来的话，以后也会放弃掉，因为太老了也是没有办法做茶，所以就造成我们农民的短收。
洛阳地区电园有120多公顷，满地工人，目前估计大约只剩200人，3、4年前也有大约500人。农民讲，第三业是非常精致化的农业，自前端的栽培管理到后端的烘焙，真侪流程拢需要人工。不过，即马老化欠工的情形严重。地界场台东分场表示，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积极吸引少年人返乡培训，佮提供以机械取代电力，解决这第三业欠工的问题。我们会给予做一些那个栽培上或制造上甚至末端的这些茶精致的烘焙这一部分来加强他们的教育训练。萧建兴讲，机械取代电力本地制茶，并未影响茶米的品质。不过，农民认为，制茶也是需要有经验的人力，希望政府会当推出更加好的人力资源措施，帮助农民。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阿里山有丰富的自然生态环境，对4月开始到6月，伫低海拔到中高海拔，会当看到42种无同款的火金菇，而且这数量是占全台湾的2/3。咱做伙来看卖。暗暝的深山内，火金菇闪闪烁烁。嘉义县阿里山地区4月就开始看得到火金菇。为着要推测生态观光，阿里山国家风景管理处配合太兴水利规划在内的10个社区，当咧举办火金菇的观光活动。我们有跟社区特别有跟他们合作，然后又请就是科教中心这边来跟我们合作就是教育那个萤火虫的生态。古年是伫黄河路是10年开始嘛开跑嘛，这个已经目前是全县甚至全世界拢知啊嘛。那我们是说太兴因为生态较丰富萤火虫蛮多的，所以说我们需要也有季节性把它衔接上是相对的。为了延续阿里山地区伫回归煞后的观光效益，阿管处邀请社区甲部落配合在地产业推出火金菇的旅游行程。有的社区就表示，对无同时期甲区域的变化，到年底会当看到各种无同的火金菇。萤火虫就是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就是还是有很多人就每年都来看的，还是有。为什么要来这里？这里有什么特别吗？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风景区可以搭配的，晚上看萤火虫，白天玩风景区这样子。4到6月是黑翅萤跟端黑萤这2种萤火虫。紧接着是卖翅萤，再来就7、8月的时候是山窗萤又出来了嘛，冬天就雪萤、巨角雪萤都出来了，然后整年都有萤火虫在我们社区里面。阿管处表示，今年雨水较少，有可能加减影响到火金菇的数量，嘛呼吁民众观赏火金菇要有正确的观念，才袂破坏因的生长环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人讲食到老是学到老，一点仔也无唔对。伫新竹着一间乐龄健康中心，推出趣味的台语课程，老大人伫遮会当唱歌戏、学家己，内容丰富个趣味。学员大声唱歌真欢喜，每一个人拢真好笑神。除了唱歌，还有趣味的活动，通好耍。时代用这款的方式来学台语，感觉一点仔嘛袂困难。咱所在是税务唔对，嘛有客语，嘛有台语，嘛有国语，所以你家己母语就是这个母语，你爱清楚你该按怎讲，所以用母语来咧讲。有趣味就觉得喜欢来上。台语老师在台顶唱歌戏，哪唱哪比动作，学员嘛对咧做伙唱。新竹这间安养中心的台语课程，平常时可会举办活动，学员直接穿戏服来学唱歌戏。会当甲我伫咧上课当中所学的物件，像咱甲带去这个所在，交大家长辈来分享。毋是讲要讲台语即回事尔，伊这台语内面，伊嘛有文言文，搁像我对因在上课学迄结句话吼，就是双关语，迄是平常时按
袂晓讲的，伊迄是较有学问一点的。啊，我是感觉甲平常时老人咧生活用的是无共款。啊，这若学起来是真正，互家己变甲足有学问的。一尾鱼啊，两只龟，三丛树啊，四缕花。经过学习，学员即马每一个人的台语拢讲甲真练长。问这个时代为什么想要学台语？真侪人拢讲，会使对学习的过程找到讲台语趣味的所在。记者张君和新潮报道。咱台湾的4颗练长拢是海洋意识也哪来哪受到重视。但即马来看一位真资深的唱水教练郭道仁，已经投入海洋生态保育已经有90年咯。伊本身也是一位真专业的海底摄影师。咱要来看讲，伊对大海当中学到什么款的代志。画面，好。自细汉就真喜爱伫溪边、伫溪仔耍水掠鱼。读高中的时阵，定定甲同学对台北坐车到家人的背斗仔游水钓鱼。第一届真抢手的机会，伊报名唱水的课程。对迄阵啊开始，郭道仁就行入去海底世界，高达已经超过40年。你趣味啊，新鲜啊，落水了，看遐侪鱼啊，人佫是一个无重力的状态，所以讲足欣赏的。一开始敢若是趣味尔尔，伊唱水的路线对台湾4颗尾仔开始，后来有机会到国外海底去唱水，这一切嘛是拢为着要甲海底生物愈来越近。甲野生动物鱼啊互动的时阵，你都可以当成是一种回馈，他愿意接纳你，伊就自然就走伊来遮，到你手头，到你边啊。只是讲，伫海底世界，毋是每一届拢是风景云白。郭道仁有几啊届险啊失去性命，看伫本地拢对伫郭道仁身躯边做伙工作的太太眼内，伊嘛体会到每一届的唱水任务拢爱顾好好家己。尾啊，阮就讲养成这种习惯，就是自立自强。阮的习惯就是，咱要做啥物代志，咱家己顾家己，除了需要团队的一寡合作了以外，真正的就是家己爱顾家己，唔免等别人来甲咱救，袂赴啊。这几年来，郭道仁正积极投入海洋保育的工作，嘛协助公共电视来去海洋生态节目的水下连影。郭道仁嘛呼吁讲，政府甲民间会使做伙拍拼，互台湾的海洋生态未来会使有愈较精彩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5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14度到27度，南部地区对17度到30度，北部地区对17度到25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3度到24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同时间再会。